啦吼，两面刷遮，两面刷遮，亲像一张水果还是迄吼，你常常甲伊两面种伫遮，两面刷伫遐，两面搁搬倒转来，伫遐遐换这张树仔，这张水果，敢有一天会叫你换换死？一定是，一定是。所以讲啊，袂使无智慧。咱既然来咧学习，就爱点填着咱的这个智慧出来。那么呢，鼻呢就是信。咱细汉这个鼻学校爱简单个讲者，这个鼻属鱼。因为咧鼻信前官就是属青，人讲甲是属木，所以是属青。伫五行五色当中是属青。那么呢，西方嘅神经，气管若出问题，以前拢较有迄个啥代替落来啦。你若甲注意甲看伊个喙唇是白痴，那从较无血色。所以呢，西方迄个嘅神经白。即个呢，南方标定血，这个是属红。所以做月暗的人，若火要摇起恁会红袂？会袂？会啊。心脏皮肤变长，火压压悬，这个是这个心呢，就是洗身躯的人，面色会变乌看落袂？洗躯面色，毋是像咱安，一定变乌看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就是脾属脾，咱像迄细汉迄囡仔话呐，唔爱食饭。迄阿嬷吼，过去阿嬷拢讲，暗食迄鼻土无开，迄面色安尼黄皮皮，鼻土无开，面色黄皮皮。所以呢，中庸无忌土。那么中庸无忌土呢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做人做事一定袂使失事，这是咱上界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你若是失事，你所做的这事拢总是谈话，拢是假。我敢安尼甲恁保证，心若守袂牢，心是道源空中无呢。你要种所有的善根善言要提升，无这个心你是无法度通好，真正是出自你内心所做的。为是安怎？准则讲要布施，人来咧讲啊，歹势啦，好啦，我出2000，我出5000，是歹势，要赶紧甲伊打发掉的，迄毋是出自你内心。所以迄功德嘛无大，是落去福报。有当时啊，咱拢想讲，我都有咧做代志，都有福报。但是你敢有想着讲，我伫无形当中毋知做偌济罪过，我这功德敢弥补迄罪过敢有过？弥补无过，你就咱互口做搁剩10，迄落一万就好啊，剩1万。但是呢，我就一直刷卡开足济，安尼我敢有剩？迄钱迄卡内迄个账户内底迄钱，甘咱摕出来有卡费都无够，安尼我敢有剩钱？倒欠，有当时信用卡爱用啥？循环利息。所以安尼就无剩啊。因此呢，这个心是上界重要，尤其是咱是一位修行学道的这个弟子，更加爱修这个心。这个心千万通安怎？非伫咱家己的手里。若是咱讲天作业应可为，自作业不可坏。非伫家己的手里，就是自作业。若安尼，啥物人拢无法度救，谁也没办法救人。这学校其实学校今仔日两天领导甲咱通知讲，这课是咱学校。学校一头壳空空，3暝2、3点到底安怎？赶紧找资料啦。所以呢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啥，是咱一定爱守的。守会条，你所做的功德是真正有功德。心若徛无条，你所做出来的，有当时
时啊是落去风暴，有当时啊是昙花一现，啊就无去啊，哦，就无去啊。好来，搁一个，即讲老师呢，搁甲咱讲哦，伊讲万不万象呢，讲该是有道所生，因为道就是一个大自然，伊就是一个宇宙是一个安怎大自然的能量时空，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道字啊，毋通迷乱形象，有形上物件，你不要很执着，用很多心在那里，哦，用很多心在那里，所以呢，甲咱讲，若要参有形象，哦，形象交道的关系，咱叫咱爱去参加研究，爱去了解这个形象的物件，交道到底是啥物关系？哦，其中呢实现了怎样的道理，啊，家己改变，哦，周遭自然呢，就会随着咱的升级，互咱呢生出咱的智慧性的这个头脑出来。伫咧遮，互我先教咱做一个，哦，做一个探讨吼。过去咱拢听过讲，迄个讲师拢甲咱讲安怎？讲咱释迦牟尼佛，甲咱讲一句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即句话捌听过无？啊捌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咱互较过去。拢总真单纯的想法，就是讲，嘿，对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即条道啊，即有一天呢，伊共款会害去，啊，若无伊要害去，若毋是安怎去互加做三马虎，即个相就无去啊，即条道啊就无去啊，啊，若无就是安怎去互烧烧的，啊，烧烧的有烟无？烟就上先，啊，迄像迄虎，吼。三马虎就落去真土咧，所以这个相虽然无去，但是伊共款搁伫咱这个世界宇宙内底，咱敢知？哦，咱敢知？所以呢，你看讲这个科学家一直拢咧研究，过去2500多年前，世尊甲咱讲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是要叫咱安怎爱重性轻缓。咱追求这个有形上的物质，我还真放一块啥物影片，互恁看，恁大家目睭爱闭较紧的吼。这是最新科学家研究出来，我先来讲，研究出来吼，只要是高频的纬度、高频率的所在，迄物件摆伫咧遐，透过伊的高频率吼，消息无去，你是看无来，你也无变，拢总无哈。注意看，我看看是第个个。安尼互我讲，来，即个有一个三角形来，等下互我来搁放一摆。即摆来伊搁藏落去个吼，搁藏落去个物件，哦，搁藏落去个物件吼，后来，遮会放一支传铁钉，迄边迄个就是像咱咧电迄个铜线安尼，电个铜线，哦，伫咧遐，但是透过迄个高频的物件，甲伊安怎？照落了后，这个物件，你后边就拢看无，过来后壁即个咱就看较会着啊，是咱的电火普甲普照是安尼，头前有一块，哦，迄个红的，迄个铁，迄个阿鲁米还是啥，迄个，结果高频甲伊记落去的时阵，迄物件拢做无，迄物件拢做无，所以呢，咱才拄啊，因为伊咧无迄个。咱目睭闭较紧诶，互我后壁咱去甲咱补充，互咱知影讲宇宙诶物件，即科学家开始研究出来。咱诶世尊伫2500多年前就甲咱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啊，所以真诶，科学家一直拢追着佛教，即宗教诶过去
伊的心灵前，恁所讲的话在做研究的。哦，来，咱搁注意看一下哈。哦。嗯。高频利的伫个时阵，哦，用安尼咱就放开的时阵，哦，高频利的你，在物件感官消失之后，物件都互你好看个见，哦，过来，这粒电火锅啊，哦，锅烧是来电火锅，有看到迄个头无？有咧照片。哦，高频利的，迄个电火锅啊，嘛，消失到平平无踪。各位浅浅，安尼有看到清楚无？有。所以咧，毋通无相信咱世尊佛道，一定咱请华当一个地分开通，一定不要毋通讲无相信。啊，既然相信，那一定是一个开通，就是佛啊。那安尼咱对伊的步路去行，无成就佛，无咱嘛有够安怎？迄支佛阿罗汉就是咱是讲伊名，无去讲结善缘，啊无成就菩萨，哦，安尼讲好。迄声音伤细声，惊咱大家无啥想要去你遐，感觉讲去迄地方较好吗？咱今仔日大家求道，拢总安怎地府抽名天龙挂号，拢总会当等。但是等伊了后，如果咱若是无讲着，是你带袂掉，咱带袂掉啦。比如讲，我来，遮有一间公司，啊公司呢，吼，咱互我去即间应征，啊因为我能力都无介好，啊人能力好诶，逐个拢有伊诶办公桌诶，吼，安怎？伊能力无介好。伊就甲伊讲，啊，你三条这普通的这大学学习的这到遮，迄规排的迄个就对啦。啊，人迄个主管是拢有主管桌啊，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会感觉讲，我是入来应征主管啊，后面伫个遮，伊安怎？伊咧看公司，公司嘛咧看伊啦。世间上的生理圈吼，就是较现实啦。公司咧看伊的表现，嘛是做一个考验，互伊。委屈伫咧遐3个月，伊嘛是咧看讲奇怪啊，公司内拢无动作，无嘛看讲有搁进一个以后，会有甲我安排一个以后有谈偌济，安怎？所以呢，咱虽然拢会到转去到西方的所在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若是无有，你敢带也带会掉？带袂掉，无办法，这个时阵第一歹修，第二后壁会当安怎？你着爱成愿再来，安尼你才会好修。你若无发一个真大的愿力，成愿再来，倒种学习。那安尼，你要来后壁，搁来修行学道，来普度众生，也是一款是有困难的哦。因为你的愿力无够。你的后壁要做的共款会受到阻碍，哦，一定我会受到阻碍，哦，所以甲咱讲，原则一定爱有够，你光明正大倒种学习，过来，安尼，你迄个时阵就是一个安怎，一定入了圣贤之流，就是安怎，迄个迄个。错，第一个，进入到第一个的时阵吼，就是已经入了这个圣贤之流。入啊，咱若有看到迄个啥，有足侪迄个企业家，还是遐有名
部的人，伊拢会去参与啥物上流社会，咱是安尼上流的社会。所以呢，咱嘛是共款哦，咱若是即世人有修，那么我们会入了流，就是圣贤之流。要圣贤之流，就是表示讲你后世人过来练习好修行，共款会遇到。安尼你敢要做？敢要用利用后壁最后即几段即几年的时间，好好啊做，好啊做后壁若准做起哩，你的年岁无够大，你要搁落来的时阵，你毋但有法度通好安怎？因公了愿普度，众生兄弟姊妹，哦，安尼你共款会当有因缘去拄着骨啊。若无，世间上有足侪啥，有足侪咱道迄个诸多，如果下世用看去哦，伊完全无咧信这，哦，所以咱袂使叫伊一般见识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，每一个人的因缘。那么呢，咱下面再来看这个，遮有一句话吼，哦，遮，咱拄仔所看的高频之下的物质无去，伊嘛是分解了，所以咱拄仔已经有看啊，包括未来的疾病哦，含咱的病透过安怎普遍化的高频，共款有法度通好将咱的癌细胞有拢来处理掉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高频之下的物件，它就要爱留好的，所以它有迄个基因，以前希特勒，迄个德国纳粹，莫什么俄啊？意大利墨索里尼。哦，你看伊就是啥呢？迄个看出来就是讲，伊是希特勒的传。是安怎来解遐久？因为迄个时阵希特勒将伊的精子甲伊两藏冻起，默克尔啊，德国总理应该因伊要落来。哦，所以呢，爱安怎？伊以前哦，希特勒是，若要讲残忍嘛，真残忍，伊是优生学观念。迄尤其是若小可有弟兄有问题吼，这张不准你结婚，不准你生囝。因为落的时阵，正是政府补助伊到这个，伊搁落去的时阵，囡仔若你搁安尼的时阵，就家庭政府的负担。哦，所以他们已经早就有优生学的观念了。哦，优生学的观念，所以若是你会使结婚，但是绝对袂使生囝，就可以这样。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。时间吼，咱互他们时间太多，然后咱目前人来注意收尾吼。来，咱先来看，认识这个看有，有人讲互咱讲的，来，咱讲对哦。伊讲人生内心是为着要互咱安怎生生之意，生生之意的意思就是讲，每一天拢会有进步一点点啊。哦，袂使就停顿落去哦。咱像咱很多拢讲一句话讲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更怕向后退。我不爱说啊。若安尼，后尾真冤枉人哦。所以咱讲，咱若会当好好来了解咱的内心世界，哦，就是要为着要互咱生生之意，每一天拢有安怎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哦，顺好天性，互咱的身心的生命会当日日多长。哦，互咱每一天拢会当安怎，一直有进展起来，所以科学是借着这个观察，这个科学家嘛是共款，借着这个观察，哦，所以呢，咱修行嘛是爱观察，只是是要互咱向外看，是要互咱观察着啥物种的物件来主动着我修行行道这条路，比如讲。咱的五都有贪嗔痴烦疑，到底我是有的人，咱讲讲，有的是爱分，有的是爱抢，有的是爱哦，都所来无共，哦，有的是好色，有的是好酒，有的是好啥，这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无共，所以咱爱家己观察咱内心世界，到底我的心
我修行学的这条路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讲，你我真贪，阿母讲小贪就对，我真贪，若安尼我的贪念的心，就是勾动着我安怎，要进店的这个语言。袂是真问心，伊袂惊人食伊足好诶，伊一个有味啊，就拢要传互人。但是你都毋通去甲落着伊的头啊，伊的尾，伊着安怎家记一世人？亲闻之心，这就是魔道啊！所以呢，若安尼，咱着会去互咱的亲闻之心，互咱的贪的心，互咱的啥物的心，安怎去甲咱鼓动着咱修行学的这条路，安尼是真冤枉，真冤枉的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安那呢？扼杀了心性的发展。所以呢，无显动之心，无显无恶，就叫做心即体。下早讲师有讲着，咱每一工拢有拄着无共的意见，但是呢，咱拢一直安怎？我这项代志若过关的处理掉的，我才交你来做啥？这项代志互伊处理掉，有领伊的心，暂时得到安宁，拄着安息。但是后壁的代志敢会倒来？倒来啦，亲像大海的波浪，有当时是落雨、风台，种种的原因该爱是准备，准备水无稳是准备的时阵，有当时若下嘛是安怎会波浪足大。所以甲咱讲啥呢？甲咱讲，咱的心就是亲像大海。毋是去甲伊治理一项尔，袂使讲因为这是风台来，我安怎甲挡风台莫互人，还是处理互风台赶紧过，因为伊这是自然的，自然的，所以咱的心嘛是共款的，会去拄着真侪人事物的代志，人事物的代志，你一项处理了，暂时安息，暂时安息。后壁搁再来，你拢不是伫遐处理迄代志，所以互咱的查咧少讲莫用足侪时间去处理迄无话无成的代志，浪费生命。咱听无？莫用足侪时间去处理，这个对我们修行这条路完全没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安尼是浪费咱的生命。要上好的做法就是安怎？一盆水，一桶水，要迄海有迄波浪，咱就知影讲这是自然的会发生的。若安尼呢？这波浪，咱内心的波浪、烦恼、起落落，这对对来的。若要讲较清楚的是，咱过去世的业力，业力来咧阻挡你的修行。这是咱的业力过去，把咱带来，我袂使互你去修行啊。欠我真济咧，伊才来摇，小可代志就甲你摇。所以咱的心的波浪呢，通讲咱心湖的波浪，常常在那里安怎起涟漪。所以呢，咱甲咱讲啊，无善无恶是心的体，咱爱来调整讲，拄着代志的时阵，这是自然的。你像咱互我讲一个坐站的鼓学校的孙仔今年已经6年啦。本来就留长头毛，但是甲愈过2摆就光头啦。阿公去互高德大主甲伊讲，你一支愈啊，甲伊愈得好啊，看要3分啊5分啊，你愈学规天就光头。因阿公家己愈伊的下面孙仔煞拖来愈大，愈一摆啦这好不容易已经有去互我了好起啊。因阿公昨下甲伊讲。这里你这边仔这门骹拢好，阿公甲伊收边骹收的，伊孙无爱啦，伊就主动讲爱啦，我甲伊收的安尼啦。结果功夫愈家己的啦，愈3分人个讨仔出来，就拢做别白房。伊即摆要甲迄囡仔愈在变工，交门骹，伊也毋是师傅，有会水咧。迄孙仔爱到咩迄叫起来咧时阵就免叫人阿公收他。无对手，
所以哦，一直做大声，一直做大声讲哦，你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无安尼啦，安尼会看一年，这个是什么头啦？哦，生气到吼，因阿公安怎，也是去找阿要甲讲，啊，我甲背面啊，我甲讲吼，我阿嬷载你来，去讲迄个娘因，阿嬷甲伊收收的，就是来开红领对恁太太。啊，无拄安尼吼，是互较看嘛是安怎，嘛是真歹看啦吼。啊，迄囡仔吼，人讲到人伊，我会晓爱顺啦，家己照镜好到有够可怜，好到有够可怜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吼安尼就带去哦，少年哦，去家愈愈的去家整理的。啊，因为伊认为讲，我去做班长，阿公你甲我抡即个头，去的时阵学校的同学，人会来笑安尼就对了，吼，好甲真正有够可怜，我看的吼，我感觉，我讲叫去边啊，我就安那再做去互少年去甲干练的，咱会笑倒来安尼啦，吼，所以呢，也就是甲咱讲安那，咱的心呢，波动，咱的烦恼就是因为你的心有所有某一种的代志，所以会引起波动，吼。啊，安尼这就是叫做伫学界内底叫做情绪，吼，叫做情绪。所以呢，咱爱会当稳定要控制咱的情绪，吼。啊，要安怎稳定要控制咱的情绪，就是压起的代志，你尽量吼，互伊变成无意义。你像讲这年当咧受气，我嘛，大阿公讲，倒卖讲。我就讲要甲问问看尔，安尼恁当毋哪会讲安尼，逐个拢无理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嘛讲，就无应该安尼太必要安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的心就是讲，莫因为吼，迄个代志太严重，吼，家己甲咱的心严重，因为咱有波动，迄就是情绪，吼，迄就是情绪。所以甲咱讲，有善有恶是异己啊，囡仔。伊的意识当中就是感觉伊安尼做安尼，所以伊就安怎反弹，吼。所以甲咱讲叫咱利用反弹，吼，咱所用的是用啥呢？想的时阵也来练练，耍的时阵也来讲看，吼。利用吼，啊用用。哦，更会用理解的，所以来讲安那，集中用吼，集中边啊用这个是用的啦。对心点就是讲吼，地方寸的这个气，吼的这个气呢，丝毫拢无免得伊出来，吼，免得伊出来。所以呢，甲咱讲用知，吼，就是咧甲伊讲呐，知先知恶，知影这是好的，这是歹的。啊，知影啥物是是非，啥物是对的代志，哦，所以呢，用知就是咱的良心本性，咱清清楚楚知影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啥物是是非。所以呢，甲咱讲观察心的变化，哦，叫咱呢爱安怎静落来观察心的变化，伊吼唔通互咱的路去行了叫错去，就是要甲伊握正，哦，以便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今仔日呢，非常的惭愧大利大张，讲遮尔济，时间也已经到，若安尼呢，来，咱两个就好，什么人有听到今仔日互学所讲的第一句话，对恁有帮助的，还佫有恁若无爱即句话做别项哦，有迄个咧推酸痛的，迄个大毛一条根哦，所以吼，看恁安怎来。啊，紧两个，咱的时间互学已经要到吼，咱目前收场吼，好来，敢有？侬可能要举手哦，非常的可惜啦，可能你要想到，好来，你啥物讲啥？观察心的变化，你的心会扑扑当当的，会起点里面，会起点里面，拄着代志会
个吼，啊，因就知影爱安怎调整啦，吼，好来，啊你这骹拄仔咧片，来，这个一条筋互你，哦，这愈买越小，啊，哦，然后，哦，OK，啊，无来，你真。哦，一定爱有这个心，啊，若有心，才行会远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好，啊，你要做一项，哦，一，啊，你看是诶，一天诶，啊吼，有人做一个吼，这个分享，啊，感谢上帝慈悲，感谢父亲很慈悲，我来获取有学习的机会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前道冲，道冲，这掌声。目前的是个前道冲，公道冲，目前好，目前人好，坐下。方便是好，叫咱各位呢，也是咱各位好像各位各位同事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目前人好，稳。上好道理，今日是结束。然后，你这个道理呢，后面结束，讲好的道理，讲到会并不准，这个是心理变化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，我好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别的配音，黄讲师，主编，配音就是咱红姐吼，啊，吴处长，主编，当然，咱讲用咱对心性上，因为一切都是用对心来啦吼，然后伤害心生啦，哦。因为办法有色，知识的色吼，有色天啊，三界有心生啊，又开始有世界，有这个生心生，办法就是办什么物呢？咱的色，知识的色，所以色就是种分别，色就是种分别，但是有色知识，到有知识，这知识就是讲你个完全你知识。来做显著，来讲显微，来做美术。但是目的性是用你的思想的意识来做排在一起。刚才讲两个啦，智慧型的犯罪了，地理性的犯罪了，这就是地性。性能讲啦，讲迄两个迄两个，迄个判刑囡仔，迄个地性讲。伊若知识文会较好，伊无容易做歹囝。咱今日就是无因遐好，所以袂去做歹囝，对不对？咱无因了知识，咱袂去做歹囝。所以呢，因为知识识愈强的人，愈歹受用；识愈强的人啊，愈歹受用。伊安怎讲？伊即个心，伊即个地理心无能量，地理心无能量。但是伊只知识心独强。因为伊心就是爱想法要去争取，要去斗取，要去赢取。就是讲你讲讲万年即个物件，人讲的话拢袂听，听袂入去，因为伊在地方无啊，伊在满，伊才对流，所以伊以为是高高在上，所以伊修学课内底当中，人讲修学课就是，人讲怎讲这两个低的腋下。低的一下跌头当不给，代表你的地位。头当下来就爱戆人啊当，戆人爱当下来，熟的人当下来，你敢知？我现在来当他，伊都无认输，我变哪来当他？伊较上爱伊啊，较
讲嘛是对，面前嘛是伊赢，安尼会通当的。但是因为咱讲的人，就是因为即个故意啦，因为伊有智慧，伊即个心就是诚谦虚。我见人我甲你画一个实个吼，搭一个头有了后的啦，搭一下了后，其实迄叫做哪？迄叫有智慧的。智慧人，就是由知识的人占便宜啦，安尼讲听。所以讲识的食哪？食饭的啦，无的咧。课程讲的你拢知影。提供两人这规矩有好无？提供两人这规矩是好的呢。所以人们说讲咱无书在天，后边对呢。行书在天。啊，人较贤呢？讲一个啊，人较贤呢？毋逐个天做对头。对不对？啊，一切识的食无，啊无的课天空。啊是安怎戆的天空要你课？你故意人嘛？啊你是一个真单纯的一个恶，咱讲故意人，真单纯的人，就代表有内境，叫做内心的涵养，我是该是不是？啊，迄个含，迄个就是度量嘛，迄个含叫做度量，迄个含叫做接受，啊，迄个含叫做清净无量的心。你有一个清净无量的心，你有一个度量。你有一个接受，爱靠地铁，不地铁那行了，咱即句讲啊，较海涵的啊，海啊，海啊，无足大意思嘛，就产生即个海嘛，敢是叫做必川回海同一理嘛，啊，必妙归山无异性，必川回海，因为足即个海内底足济迄个最高世界的臭水、盐素水，还是迄个垃圾水。水落到海，拢放入去啦吼，迄味叫啥物味？海水。哦，伊拢总接受啦，但是咱人无走接受呢。是一切拢不够接受，是叫做什么人呢？红皮烧啦，红鬼公啦，红讲无一样的啦，红无会啦，你要接受迄个简单的，啊要接受我唔甘愿，因为我咧做我才要甘愿，敢是安尼？唔甘愿，唔甘愿就是意思你知影无？我无接受，啊，无接受会痛苦袂？无接受就更艰苦啊！什么人艰苦？你接受袂艰苦，你无接受是艰苦。啊，要学接受是较简单，因为怎啊？学接受就爱悟落，爱敢听？爱悟落啊！那叫悟性，悟性。我拢做神嘛，啊，来跳龙舟啊，做鬼嘛，你看嘛知影？但是大家拢无爱做神，无做鬼。愈修愈巧，愈修愈熟，无啊！那当时迄个中山上孙啊来讲一句话讲：学道之人不识心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将来用识时。无心劫来成书本，欺人换做本来钱。这本听无？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将来认识神。无时节来生生的。是换作本来的，这句就是啥嘛？学道的人，咱无了解什么叫做真，什么叫做真，什么叫做假。迄个真就是讲咱的自性，咱的自性的本性，就是足自卑的，拢袂当去假话，袂当比较。哦，拢无。第二句话咧讲，只为将来认识性。咱自过无心劫，拢见到迄个色性、色条条的变付出啦。哦，啊，迄个认迄个愈坚强的人，啊，愈识性的人，啊，就都认为你差，拢认为讲对，你错了，恶道、即心道、地人道，愈识的人，就是拢走迄个。但是你讲心啊嘛，无咧操心，什么人要去天堂？咱逐个人到位面啊，拢会写成啊，教好社会，对不对？反登要领，西方又无，啊方来归真，啊要请西国甲咱传西方，啊要请和尚甲咱啊传天道，但是咱若知迄个是足好的所在，但是咱拢偏偏无爱做迄个，拢安那，拢咱饱的年老，啊要请迄来甲做，要请甲你做啦，哦，都熟悉的啊，其实拢是一个影响。那么换人一个换人法，啊，人一个死人面啦，吼，迄个换人法换，
嘛较袂有代志。嗯，一定有代志啊！你点了个命去，头可能咧社会拍，你都无可能的物件。但是世间的人就想这个，想是好处。啊，不过你若讲讲安那恶骗，无人食吼，恶骗骗食是物件。啊，事实讲，迄真正咱当然无可能。咱细小安怎讲来讲，啊，在世你若食到啊死，可能被你啊，你若在世会当比较好啊受益。可能是咧做啥物西工啦，咧做啥物发挥啦，开始几十万，今日是谁人发钱的，啊，但无意义喎，伊是人家一条意义的。是啥物原因呢？因为咱在世唔知要做啥，咱在世要做鬼，安尼了嘛吼？啊，在世若做鬼呢？鬼神嘛，色神嘛，只为将来用色神嘛。啊，你在世要做鬼啊？你出世当做啥物？无可能啊！你在世因就是鬼啊，哦，就色神就是鬼啊。啊，你死你点要去天堂种迄个鬼？个当要种迄个无可能。但是咧，今日咱的这前辈者特重视，因为这个叫做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叫做啦，活动嘛，啊活动咱不咧大。是活前叫金呢，就是叫鬼咧大呢。这唔是酒鬼咧大呢，这唔是色鬼咧大，这唔是啥咧大呢？这佛咧大呢？咱而家讲叫佛道对不对？佛道嘛，啊这皈依啊，拜殿嘛吼，啊这个嘛对不对？啊，佛你会你在世中，恁就会当甲佛做伙来学佛。啊，你后尾出世会伫倒去？会伫教会去咧？会伫色会去咧？会伫酒会去咧？会对着恶人，会对对着色神变的，无可能。因你在世的这个因的建立佛道啊，后尾你死，你当早你行到不可能，你的伊嘛无可能去，安尼听无？所以你今日有地位是安怎？咱免来，我时间来才坐，咱坐药生来陪听，药生陪听，这我坐起来，对不对？就咱药生陪听，但是为什么？你这个得了，你的心多清净。你的心多清净，所以咱在世的人本来这个心多清净，在世的讲做伙啊，是一定进入那个。你讲叫我后头出世，起来，你母啊还是爸啦，等于你就起来讲我是个大法师，不是，所以今日人管啊，真该做，真知人做，知人吃，这个做，因后面结果，你来做。因后边各位都就是对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今日这个班我今年都第一次这个班，啊，咱今日班我变管的这个运动1887条，做1887条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今日应该人数较济啊，吼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啊，咱今日。咱花莲来开，还是各人来开，安家，这是爱上三年，这是开的吼，啊，真要办，啊，所以呢，今日有这个服务，这一年，共同咱爱上这个所在，咱共修、共行、共行，安好不？我们这个所在，这叫先进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目前准备前到光，到光。叶启一班，天意一和，爱想妹妹3月份启月班班连成，下午节目行3公里前到一光，再一光，3一光，感谢前面准备一光。感谢目前准备提供，感谢给的是准备提供，感谢给的是准备提供，坤道一波，再一波，3一波，感谢前面准备提供，感谢目前准备提供，感谢给的是准备提供，感谢讲是准备提供，
好，一起持降，向无期而母行30公里，前倒一弓，再一弓，3一弓，持降前人一弓，送降后前人一弓，送降点上4一弓，昏倒一弓，再一弓，3一弓，持降前人一弓，送降后前人一弓，送降点上4一弓。我们全部就是